好啦，又嚟到睡前小鬼故嘅時間。今日感謝瘋子換咗個我要聽鬼故，而今日嘅故仔呢，係關於嫲嫲嘅。我呢係一個非常之中意嫲嫲嘅細路嚟，即使呢，我已經上咗國中啦，但係呢，我都仲成日會去嫲嫲屋企度玩㗎。而我嘅嫲嫲呢，係爸爸嗰邊嘅婆婆啦，而我阿爸呢，喺我細個嘅時候呢，就已經意外咁樣死咗啦。咁冇咗爺爺嘅嫲嫲呢，佢呢係我唯一嘅親人，對我呢係特別錫我嘅。咁然而呢，我媽媽呢同嫲嫲嘅關係就唔係幾好，從來呢都冇一次同我一齊去過嫲嫲屋企。咁每個星期日嘅朝早呢，我都會同嫲嫲一齊去神社度參拜。呢一個呢已經係日常嘅習慣嚟啦。而嫲嫲呢係一個非常之虔誠嘅人嚟。無論落雨啦，佢都唔會唔出現嘅。咁但係呢，自從爸爸過咗身冇耐之後呢，佢先至開始呢個習慣。而同嫲嫲拖住隻手呢，佢隻手總係咁溫暖，所以呢，我都特別鍾意去參拜。嫲嫲成日都會雙手合十，然後深深咁樣鞠躬，眯埋雙眼，長時間喺度虔誠咁祈禱。而我呢，就做住啲簡單嘅祈禱，不過呢，成日望住嫲嫲咁認真嘅側面喺度發吽哣。參拜完之後呢，我成日都會問嫲嫲啊，你頭先祈禱祈咗啲咩啊？嫲嫲呢，淨係喺度微笑，佢從來都冇答過我，而我都冇在意到，因為我淨係期待喺返去嘅時候可以買到雪糕，然後同嫲嫲一路行一路傾偈咁返屋企。講到呢度啦，突然轉變下先。其實呢，我由細個就已經有好強嘅靈異體質，我成日都會受靈異現象嘅困擾啊。每一晚呢，我都會俾鬼壓，成日都冇覺好瞓，甚至呢，因為咁樣患上失眠。瞓覺嗰陣呢，成日覺得隻腳俾嘢捉住啦，個肚呢又好似俾針拮咁樣咁痛，而每一年呢，個情況都惡化緊。我同媽媽呢曾經試過好多次去揾靈媒，但係佢哋都收好貴嘅費用，就算點做都冇用。最後呢，我都放棄啦。上咗國三之後呢，靈異現象更加係惡化，甚至乎好多次都遇到交通事故。每晚俾鬼壓啦，同埋啲靈異現象啦，例如喺啲飯上面出現頭髮啊，或者蟲咁樣，都令到我個精神好崩潰。最終呢，我返唔到學。而嫲嫲呢，佢會喺媽媽返工嘅時候就嚟咗我屋企，佢會捉住我隻手陪我，呢一個係我唯一安心嘅時候。媽媽因為返工好忙啦，返到屋企已經好夜啦。其實我哋幾乎冇交流。我每一日嘔啦，由厭食症變咗做暴食症，身體同精神狀態都好唔穩定，甚至我有試過好多次自殺，但係都失敗。
生存咁痛苦，但係又冇辦法死喎。最慘呢嘅狀態呢，就係持續咁樣。我諗我冇辦法再同嫲嫲去參拜嘞。國中畢業冇耐，連唯一嘅支柱嫲嫲佢都過咗身。我喊得好犀利，長時間都匿埋喺嫲嫲間房入面，攬住嫲嫲着過嘅衫喺度喊。即使係咁啦，媽媽依然都係好平靜咁照舊去返工。雖然係靠佢做嘢而養我，但係我心入面都對媽媽產生咗怨恨。就喺嫲嫲過咗身2個禮拜之後，我突然發現嗰啲靈異現象好似越嚟越少喎。嗰陣呢，我4個朋友之一其中一個喺電話入面話：我諗你啲痛苦應該係嫲嫲幫你帶晒上天堂啦。聽到呢句說話，我喺電話嗰度又再次喺度喊。1年之後，啲靈異現象已經完全消失晒，而我嘅精神狀況呢，同身體健康都逐漸恢復返。後嚟因為嫲嫲間屋呢要俾人處理，我就去咗整理佢啲遺物。當時嘅心情已經平復返㗎喇，每一日呢都有去掃墓。喺執個櫃嘅時候呢，我發現咗一啲用布包住嫲嫲嘅舊日記，而嗰啲日記呢，每日都有記錄低嘅。我一路讀嗰本日記啦，嚇到講唔出嘅。嗰本日記嘅第一頁係記錄爸爸過咗身嘅嗰一日。我原本聽講爸爸係因為意外過身，但係實際上原來爸爸係自殺，而原因就係因為媽媽有外遇。我震驚到不得了，啲眼淚開始流。然而當我掀到下一頁嘅時候，我成個人都僵硬晒。嗰一頁寫滿咗嫲嫲對我嘅憤怒，由頭到尾密密麻麻咁樣。上面寫住我係媽媽外遇所生嘅細路，仲有佢想殺咗我，去死啦等等。同我識得嘅嫲嫲完全唔一樣，而嫲嫲喺神社祈禱嘅時候，佢竟然一直咁樣詛咒我，痛苦咁樣去死啦。每一個星期日，每次長時間嘅祈禱，嫲嫲都喺度詛咒緊我。而嫲嫲虔誠嘅祈禱似乎係有效，我都因為咁樣而受盡無數嘅折磨。而嫲嫲自己呢，亦都喺痛苦中死咗。之後我就將嗰本日記燒咗啦。即使過咗咁耐啦，我都仲係冇辦法忘記到呢件事，直到而家我都冇同任何人提起過。呢個就係今日嘅小故事啦，完啦。